快过年了，我去买了点牛肚，做点年货，准备过年留着吃。前两天做羊肉肠，今天再做点牛肚包肉，过年一起吃。哎，小狗不能吃。哎，就切这点就够了，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。你们那边过年吃啥？哇，谁敢闻？这个留着涮锅用，光这个就能让我初一吃到15，这么大呀！泡泡水给它上层霜。有点臭。冻住了，把它收起来。